怎么对我這麼好？因為我愛你。感謝曾經有過那麼多胡鬧，才換來如今的回憶，割捨不掉。願我的幸福成為你的驕傲，因為你的好別人給不了，因為你的好別人給不了。怎么不接電話呀？哦，沒什麼，一個騷擾電話。那趕快起床吧，要吃早飯了。您好，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，請稍後再撥。Sorry， 這是。郭西城，你別給我不知好歹。奶奶早。哎，早。奶奶早。早，坐吧。锦溪啊，回来就好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後無論遇到什麼事情，一定要盡到自己的本分，懂嗎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奶奶，還有你，我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我這把老骨頭啊，早晚要被你活活的氣死。你以為媳婦兒回來你就沒事兒了？那公司裡的事情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一直在管嗎？那就管吶，那就糟蹋。前幾天公司理事來跟我告狀，說你撬了自己項目的會議。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都幹什麼去了。哎，奶奶，這麼豐盛的早餐，您趕緊吃吧，別為了您這個不孝的孫子，破壞了您的胃口。錦溪啊，